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今日嘅進展似乎非常之順利啊，會有好多令到你成長同埋進步嘅事會去發生。無論件事係正面定係負面，你都要記住，佢係一件為咗幫助你先出現嘅事嚟㗎。所以要積極去把握，學習點樣喺狀態中去扭轉成為機會。水晶卡都鼓勵你放鬆自己嘅念頭啊，嘗試去擁抱當下每個情節所發生，選擇去享受生活嘅時候，你嘅顯化能力就可以進一步提升㗎喇。今日可以留意數字2同埋4，提醒自己其實好輕易就可以做到擴展。約位朋友去聚會，分享你對生活嘅發現，都會對你有幫助㗎。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